第16章，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，请伊对天顶显一个神迹互因看。耶稣因讲：下昏天发红，恁就讲天的确好天；早起天发红，搁变乌，恁就讲今仔日的确有风雨。恁知影分辨天顶的气色，反正袂会分辨这个时阵的神迹。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，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无有神迹互因看。耶稣就离开因去了。学生都到迄边，袂记得带饼。耶稣对因讲：恁着谨慎，提防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会教。学生大家议论讲，这是因为咱无带饼吧？耶稣看出来，就讲：恁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因为无饼，大家议论呢？恁还袂明白啦，袂记得迄5个饼分互5000人，搁捡偌济人的懒散嘛，也袂记得迄7个饼分互4000人，搁收捡偌济坑的懒喙。我对恁讲，着防备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会教。这个话毋是指着饼讲的，恁怎样袂明白呢？学生这才知影，伊讲的毋是叫因提防饼会教，就是提防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会教示。耶稣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就问学生讲：人讲我人子是一位？因讲：有人讲是行洗礼的约翰，有人讲是以利亚，搁有人讲是耶利米，是先知内面的一位。耶稣讲：恁讲我是一位。西门彼得因讲：你是基督，是永活上帝的囝。耶稣对伊讲：西门巴约纳，你是有福气的，因为这毋是属血肉指示你的，就是我伫天顶的爸指示的。我搁甲你讲，你是彼得，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伫这个磐石顶，阴间的权柄袂会赢过伊。我要将天国的锁匙互你。凡你伫地上所捆绑的，伫天顶也要捆绑；凡你伫地上所偷放的，伫天顶也要偷放。当时耶稣吩咐学生，毋通对人讲伊是基督。对安尼，耶稣则指示学生，伊的确着上耶路撒冷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真多的苦，并且受抬。第3日搁活，彼得就拖着伊讲，劝伊讲：主啊，千万毋通安尼，这个事的确袂临到你身顶。耶稣活过来，对彼得讲：撒旦，摕我后面去吧！你是绊我的骹的，因为你无体贴上帝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对安尼，耶稣对学生讲：若有人要跟缀我，就着放下家己，背起伊的十字架来跟缀我。因为凡要救家己性命的，的确失落性命；凡为我失落性命的，的确得到性命。人若趁着全世界，赔家己的性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
人会摕什么换性命呢？人子要伫伊爸的荣耀内，甲正使者降临。迄时阵，伊要照逐人的行为报应逐人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徛伫即位的，有人伫未饲死味的以前，的确看见人子降临伫伊的国内。